我们知道《论语》上面讲过，父母为其子之忧，各位都听过这句话吧？好像字面上的解释是说，父母很担心我们做儿女的这个身体一定要健康，不要染上疾病，这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有一层很深奥的义理在里面，各位知道吗？知道的举手。我看到祖师的这个文钞里面，我才发现这句话讲了3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人啊生病的关键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色字害死人，当然病从口入是一个大关键。第二个就是这个色字，它会让我们的百病丛生，免疫力系统降低，容易染上疾病，甚至减少寿命。所以我们中国人古代很重视这个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现在人法律观念和一般的伦常道德，他不讲这个，一般老师也不认为是万恶淫为首。那怎么解释？不知道怎么解释，怎么教都不会教。法律规定，这个两性关系若是犯了这个所谓的不正当的关系，就告诉乃论，包括强暴罪，那时候也是告诉来，现在刑法要改，这问题很严重哦，而且是我们等于是犯了这个邪淫的罪，国法这样的邪淫，侵害到这个别人的身体，妨碍人家的家庭，1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庭外和解，你这怎么办？没有吓阻力量啊！你要看看我们古代，民国20几年、10几年那个县长还可以有司法行政权还可以审判的时候那时候的民法还没有修改那是处分的非常严重，跟以前一样。你只要看古代的这个判案的就知道了，有讲到这个事情，只要是男女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乡长、里长、保长这个组长就可以处分了，用火烧死这对这个男女，要不然用放牛板的淹死掉，没人敢救救不了谁也救不了谁，就这样解决掉了。所以那时候会害怕，谁也不敢犯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行，自然就会容易懂得戒慎恐惧，不敢肆无忌惮。现在就不一样。